唔想用呢個 policy 啦，咁佢就想退出呢個會。咁我就喺呢度咧勸啲長者咧就唔好一時衝動，響乜嘢時候你都諗住話我可以取消呢一個計劃，因為咧就算係想加入一個新嘅計劃或者做任何嘅移動咧，都係要等某些時間嘅。即係 open enrollment。係啦，咁最近嘅係你頭先講嗰個 annual election period，佢哋嘅 AEP 啦，咁就係嚟緊呢個10月15號至到12月7號。哦，10月15號至10月7號，就得依段時間可以改。都唔係得呢加段時間，係 one of the opens。one of the open，OK，即係 coming up 就10月15號至12月。係啦，佢哋就有呢一段時間咧，去做任何嘅改動，去睇下一年嚟緊嘅計劃邊個比較適合佢啊，包唔包佢啲藥啊，或者佢個身體狀況有咩改動啊，咁啊係要改一個好啲嘅計劃啊。咁全部嗰啲changes 咧，都會係1月1號先生效嘅。I see。OK。咁跟住佢亦都有個叫做 open election period，係1月至到3月嘅，係俾啲人入咗喺10月15號至12月7號入咗會之後，覺得呢一個會籍係唔係好啱佢，佢哋就有一次機會去再 either go back to 佢之前嗰個，或者係揾一個新嘅。OK。咁啊，跟住其他4月1號至到9月呢段時間咧，嗰啲係位於 lock-in period。咁佢可以喐動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哋有某些特殊嘅情況先可以喐動。又或者咧，呢一個長者係有紅藍白卡2張卡，咁佢哋都可以喺每一個季度都移動一次嘅。